过来，这个嘛是来制造着假消息。新北市三重埔一个姓陈的男子，伫个路口一间废弃的村帮的面顶来喷字，喷讲台北市风城196。警方随着去抓人咯。这个男子承认讲是伊喷擦的。伊讲因为进前有人甲讲，台北市确诊的人数达到196个，可能会封城。伊讲伊喷擦是好意要来提醒大家，即卖是防用恐吓公众罪函上法办，恐惊就要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罚款300万。穿深色顶仔甲底裤，戴一个帽仔，这个是58岁姓陈的查甫人，和警方带转去派出所，因为伊用喷擦写台北市风城196，搁放伫车真济路口，抑过媒体在甲采访的时，因呢激控激昂。我只知道伊有人装的尔。只有看到是不是？只有看到而已。封城的是本身人家会抢物啦，就怕死啦，要会抢东西啦，今个无物件好食啦，安尼啦。对啊，那其实就行甲外国一样，就行甲世界末日啊，要第3次大战了。退伍后，真接伫三重埔碧华公园出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最近听民众咧讨论疫情的时，讲到台北有可能的封城，伊无经过查证就信以为真。昨早起，伫溪尾街甲仁化街口一个空地仔边啊，用那些喷擦，就喷台北市封城196。对，是不好，造成什么？疫情太高的话，一定会怕，因为那个字体太恐怖了。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甲警方讲，伊本身是好心共提醒，无其他的意思。警方伫做完笔录了后，将伊依照恐吓公众罪以及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施行进行特别条例，函上侦办，伊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并科300万块以下罚金。